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上帝你，互阮伫过年后，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倒来到伫教会来领受主你的恩典，嘛倒来到伫教会恢复正常的聚会，做伙来敬拜主。愿上帝你，通互阮着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来甲阮讲，阮是遮尔有福气，也恳求主来甲阮三个同在，互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平安、健康，会当勇壮，伫上帝你的保守中间来得到主你的固守。当阮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通互咱伫过年后的第一主日，咱会当充满真侪欢喜，甲真侪期待，倒来到伫教会来领受主的听读。虽然伫即站，咱看见着台湾的社会，通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的问题，大家真着惊。但是我相信，伫上帝的保守中间，的确会当互咱得到主的固守。咱伫今仔日，牧师要通过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勉励。特别伫即几礼拜，咱也照着今年普世的经课表的进度，是透过马太福音书来成做咱认捌耶稣的一个根据。我想伫顶礼拜的讲道中间，牧师有来通过伫马太福音书第4章的经文，来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咱看见着讲耶稣伊出来到伫加利利传道的时，伫遐来展开伊的事奉，伫遐来宣告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所以透过安尼来开始呼召学生来跟对耶稣。所以针对耶稣的讲话甲行为，咱会使看见着讲悔改的人是愿意活伫上帝的治理中间的旨意内底。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是大家真熟的一段经文，嘛是不止做基督徒会晓暗念的八福。相对来讲，伫今仔日的经文，耶稣伫遮来指出，有福的人是一个享受伫有利的一个条件的下面。无论通过圣经的神学，也是讲组织的神学，咱会当看见着讲真侪遮的神学家，拢通过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伫遮来分享。所以，干那牧师手头遮的册，只有一部分，就会当看见着讲，干那马太福音书第5章，就会当出遮侪本册。所以，通过安尼，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我干那用2个真大的方向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头一项，咱也照着所谓的圣经的神学，也就咱亲像这本叫做《原理的旨意》行伫地上，这是一本香港的册。然后伫神学院嘛拢会读到这本叫做登山宝训的研经研究，包括咱叶约翰牧师的这本山上宝训，这拢是伫圣经神学内底，拢甲咱提醒着真侪有关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不止要紧的信息。这个信息拢咧甲咱提醒讲，耶稣伫即个山上的宝训中间，伊主要来提醒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目标。
通过信徒灵命的成长来活出门徒应该爱去学习遵守的诫命。所以，若是安尼的时阵，倒来到伫这本叫做组织神学，嘛是这个叫做潘霍华所写的这本叫做《追随基督》的这本册内底，就会当去看起着讲，原来无论是门徒，无论是信徒，因来活出灵命这款成长、遵守上帝诫命的生活内底，是连接伫上帝的宣召甲应允。所以伫今仔日，咱通看起着讲，耶稣伫教导的中间不断咧讲起有福，意思就是听叹耶稣的教导。伫顶礼拜，咱通过马太福音书第4章，特别咱看起着讲耶稣来呼召4个讨鱼人。顶礼拜的经文，值得互咱来去思考。当耶稣讲悔改，天国近啦，咱来问一个问题：讲，当耶稣咧讲天国近啦，到底天国有偌近？透过这4个讨鱼人，互咱看见到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这4个讨鱼人因自愿放下因所有的一切，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这4个讨鱼人，咱会当安尼来讲，就是因公开离开众人来跟对耶稣。所以遮尔侪人来跟对耶稣，特别这4个讨鱼人，因所代表的，是宋乡人内底上界善切、上界困苦、上界骄傲的一群人。所以换一句话讲，这4个讨鱼人，因放下所有的一切，因目前敢若只有拥有一项物件，叫做耶稣。所以今仔日这4个讨鱼人，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因只有拥有耶稣，耶稣是因一切的时。4个门徒，包括后续遮的学生，因爱成做耶稣的使者，到伫每一个所在去敲找愿意听上帝的教导，和相信上帝话语的人。进一步来讲，遮的门徒因爱去承受上帝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上帝，或者是面对遮所有的子民因所面对着的愤怒，或者是讲面对着世界对着因的气作。所以伫第4章，咱通看见着讲4个讨鱼人因跟对耶稣的时，因就爱去承接和耶稣同款所拄着的迫害甲苦难。所以到伫第5章，咱看见着讲耶稣伫第4章来呼召学生，所以对第5章开始伫遐进行教导的时，咱嘛看见着讲山上的宝训。来表现出上帝的救恩，来包括人生所有境遇的大阶层的人。因为今仔日的主题真大，牧师无法度安尼一节一节来讲互足详细。但是咱会当透过这8福的基础内底，来看见着讲马太福音书，伊来记载耶稣教导的这8个福气内底。因主要是要来包括有关信徒灵命的成长，互信徒会当对门徒遐所听到遵守的诫命来得到帮助。所以换一句话讲，耶稣伫遮的教导是一个行为顶面的一个指导，颠倒较毋是伫信仰中间这款的目标，但是。咱会当看见着讲，若假使讲，咱会当将耶稣的教导伫日常生活中间来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的时，换一句话讲，山上的宝训就是来回应耶稣信息，当人有悔改以后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咱伫今仔日咧看这8福，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咱甲看做是一个讲行为的时，咱就会当看见着讲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16节。那你手头有摕圣经的兄弟，你看马太福音书第5章16节。5章16节才甲咱讲，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荣光互天日的爸。所以伫5章16节甲咱讲，爱有好的所行，来归荣光互天顶的爸。所以伫耶稣的教导中间，颠倒伫5章的20节，耶稣都爱互学生引起有一个目标，来指出讲，因为我甲恁讲，设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决断袂得入天国。所以耶稣对着学生的教导真严格，就是爱有好的所行，伫这中间来互人看见着有好的行为。各位兄弟姊妹，耶稣也就是通过伊的应允、伊的宣调，互这个学生通过好的所行、好的行为，来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表现。所以，如果倒来到伫特学的解说来讲，我感觉今仔日的经文足趣味，因为伫丹麦的一位牧师叫做齐克果，伊咧解说什么叫做好的行为的时，就是爱互人看会到。迄个看会到好的行为，就是互人会当因为看到你有好的行踪，所以互人会当因为知影你就是耶稣基督学生。所以齐克果伊咧讲好的行为，就是爱互人看到。当互人看到咱的好行为的时，就是来表现出咱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所以伫总会约伫2003年的时，来出版这本文道训练的册，叫做《基督徒的样式》。所写的牧师，可能大家不知熟悉，叫做罗顺丁牧师。伊所写的这本册内底，就是用8福的内容来甲咱指导，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样式。所以咱若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来做对照，通过这张表，咱会当看见着讲对第3节开始，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伫这本册内底，伊来甲咱讲，请承认家己灵性的欠缺，这款的人会当得到福气。爱大声，爱有愿意，然后到伫第4节，爱勇敢为着罪来悲伤。所以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安慰。然后爱做温柔的人。然后爱去每一日去散思上帝的旨意，然后你的心爱有仁慈来对待人，爱拥有心的纯洁，然后爱有喜乐的心来去促进和平，然后爱愿意为着实行上帝的旨意来受到迫害。我想通过你今仔日的经文，安尼互大家做一个概念的是。伫耶稣马太福音书的耶稣咧讲的这个话内底，犹原爱倒来到伫一个真根本的事，就是所有的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干那只有一项，也就是听。通过听这款的信息，来互咱去明白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着怎样会当有基督徒的样式，特别咱。愿意回应耶稣的邀请来悔改，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咱重新来做一次整理的时，咱会当去知影讲，原来今仔日的经文咧，甲咱提醒，跟对耶稣的人，通爱活出有啥物款基督徒的样式。当然，亲像主祷文咧，甲咱讲，愿主的旨意来伫正。互咱会当伫生活的中间。
安尼来宣告讲，原主你的旨意来伫遮。所以通过安尼，咱会当看见着讲，山上的部分真要紧，咧甲咱提醒，爱顺服伫上帝的旨意甲话语的重要性，因为这甲门徒的生活有关联。大家爱清楚，今仔日所讲的这8福，咧讲门徒的好所行，门徒的好行为，也就是送香、奔跑、温柔、和平、享受迫害、享受着气绝。但是这个代志拢爱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换一句话讲，耶稣透过山上宝训的内容，来帮助军队伊的人对上帝的话来成长，透过安尼来活出属灵、享受上帝的性命。因为安尼，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的信息好好来思考，咱敢有将上帝的旨意来实践伫咱的生活，实实在在来真正活出属基督的人。我感觉讲今仔日的经文，若如果有机会，咱来看这本《跟随基督》这本册的诗，不只要有意思，因为这本对牧师大学的诗，就看到真捌。这本册内容，伊来互咱一个题目，互咱一个挑战。伊讲，所有的有福，毋是因为门徒有苦难，也是讲门徒有做啥物款的放弃，是颠倒门徒伫耶稣的宣召甲呼召的中间，来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若安尼的时，互我着想起着，倒来到伫咱的家己的生活，会当互咱想起着一个真严肃的代志。咱有熟悉一个真出名的管理学家，叫做 Peter Drucker， 彼得·杜拉克。伊来讲起着伫企业管理中间的一句话，伊讲到底，咱是爱甲代志做好对，也是爱做对的代志。我想甲这个问题扭转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咱来做对话的时，咱会当去发现着讲，到底咱现在咱伫信仰甲生活的中间，咱是咧做对的代志，也是咧甲代志做好对咱。我想伫最近有一个新闻，值得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中做伙来思考。伫最近有一个新闻，伊来指出讲，有一个演艺人员，因为伊要买喙暗仔，所以伊公开对政府有一个看法。但是当伊将伊的看法伫网络的中间来写出来的时，因为这个内容牵涉到针对个人的侮辱，所以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只有用道歉来做表示。但是这个演艺人员伫道歉的中间，伊却安尼来表示讲：今仔日大家敢若记得我的歹。但是大家袂记，即过去我嘛有捐300万，为着高雄的气爆，而且有好的表现。我感觉看到即个新闻的时，我想咱无要讲政治，但是咱会当看见着这段新闻，互咱会当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有真侪思考，甲真侪爱去伫即中间去做神学甲信仰的一个反省，也就是咱太侪时阵拢认为讲，我只要有甲代志做好对就会使。就咱亲像即个演艺人员，伊认为讲，我有捐300万，我嘛是真好啊。咱拢真侪时阵拢想要来表现家己的好，
但是太侪时阵，咱袂记得咱应该爱去做对的代志。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等来到伫咱的生活的时，咱来问咱家己，啥物叫做对的代志？也就是咱敢有顺服伫上帝的话语中间，甲代志做好对，但是一切无意义。但是当咱做对的代志，和耶稣基督有关联的时，咱会当看见着讲，这一切拢会当互咱和今仔日的经文同款，真做是有福气的人，真做是实实在在属基督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徛伫人生的中间，真侪人拢真意爱留名。那有一个好名，唔知影有偌好。所以伫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好死留皮，人死爱安那留名。咱的观念拢安尼，但是咱倒来到伫教会来思考的时，咱来问咱家己。当咱咧去孝念过去遮的宣教师，毋是孝念因过去伫遮有偌济苦难，有偌济威胁，包括李秀牧师伫台湾因为卫生的环境无好，伊面对着人生无常的挑战，包括巴克的牧师。伊欢喜要来到伫亚洲宣教，伊为着无要困即个碰床，伊家己甲房间的门拆落来困伫即个房仔的顶面，去学习伫亚洲即款困苦的生活。包括马介牧师来到伫淡水，就亲像伊的日记讲，落雨，搁落雨，迄款淡水的气候，我想伫因安尼对家己的国家来到伫第三世界的台湾，伫遐受到真侪苦难的时，咱毋是纪念因伫遮的困苦，是咱颠倒纪念因为着耶稣基督的名伫台湾所受到遮尔侪挑战的事。各位兄弟姊妹，因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因会当互上帝的旨意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共款。所以现在咱该记得，是因为因为着耶稣顺服伫上帝的话语，来真做有福气的人。若是安尼的时，牧师嘛要来挑战咱大家，咱敢有愿意真做属基督的人？咱敢有欢喜来要领受上帝对咱的宣召甲应允？求上帝来带领咱，因为就亲像今仔日个经文所予咱的，要真做有福气的人的代称，除了自愿放弃一切，上时嘛爱顺服伫上帝的教导。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引带，互阮知对主的人有福气。阮恳求主来教阮三个弟弟，互阮所有兄弟会当伫主的故事中间，会当真做有福气的人，会当真做上帝看顾的囝儿。但愿求主你帮助阮，会当伫生活中间有好的所行，通过安尼来归荣光伫主。恳求上帝也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真做上帝呼召的对象，嘛通互阮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应允的有福气的人，因为阮羡慕即号福气。欢喜来就近主，也欢喜来顺探上帝的话语，愿上帝来引带，
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